反映大家收看初级认证考试口语表达嘅考试策略。在基础级及初级认证当中，口语测验中口语表达的题型是考生觉得比较难掌握的。口语表达考试的方式是要根据题目音档及文字指示，用客语回答问题。开始作答时会提示请回答，回答的时间有20秒，需要充分利用时间作答。如果只照着念题目的文字，就不算分数。本课程以基础级及初级题库的题目为例，整合了4种实用的客语句型，协助考生应考。